你就快加上名称。好，转去。
台，行小红中前都是说在诶，大家信件，都是觉得，所以我们家来推荐，关重点关键，比我向前是个叫做。所以由你，阮这委员，不管是1000个、2000个、5000个，祝你生意的快乐，由你来讲，容易来献出伊的快乐，来继续侍奉你。所以你知影像个电脑对阮诶生活中教的真可惜，即马倒伫个地，是吧？由你效益蛮多，由你的稳定，伫个身上，会当过一摆，去人个人个健康，会当过来使你做主的，反正咧健康的，都需要说。本来今日到迄个书会是前结婚了，伊是咧关头过后的书会食，我看是2礼拜前，突然间出来个中风吼，即阵还是病院，还了伫紧急救中啦吼，了在救中。马上努力当引进他吼。我今仔日唔是要专题演讲，是要甲咱三家分享为历史对咱咧讲什么话。咱知影为历史，你是生育中间逐两个中间最少的一个，就是只有半夜的一封批。这封批是保罗先生第13封批中间，只有一封批是写私人。伫13封批内底，第2摆出外宣道的过程中，伊写帖撒罗尼迦真后书。伫第3摆的出巡传道的中间，伊写罗马、哥林多真后书，甲加拉太。伊伫学中写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甲以及咱今仔日所要介绍的腓利门。当然伫教牧的书信顶面，又写提摩太前后书甲提多书。有人讲希伯来书的注解无明。但是有人讲，这可能是保罗先生写的。若是安尼，确定是保罗先生写的，安尼保罗先生有14卷批，伫全新约内底有27卷，有14卷是保罗先生写的。咱就知影讲，上帝怎样重用伊的使徒保罗。
有人认为保罗3摆出去宣道，有去就转来。但是咱知影，伊伫耶路撒冷受掠的时阵，伊互人甲押到迄个该撒利亚受死，做一个囚犯。伫该撒利亚人当至3十久。该撒利亚的巡抚为历史甲非士都，伊安怎来审问保罗，拢找出伊的空头，无死的迄个罪，所以伊想讲安尼，为着要讨好犹太人，伊就准备要来送去迄个耶路撒冷来听审。毋过保罗不服，讲我是罗马人，你无法送去耶路撒冷听审，所以甲送到迄个该撒利亚去。为啥物送到该撒利亚去？保罗先生伊送去甲该撒利亚的时阵，伊不服的时，伊讲我是罗马人，我全要对迄个该撒即个皇帝告诉。你讲你给我送去迄个该撒皇帝遐，无是安怎给我送去迄个耶路撒冷？咱若看《使徒行传》28章，咱就会清楚。伫即个过程中，咱要送去罗马的过程中间，有去伊无倒转来。咱对《使徒行传》28章，咱就当看保罗伊安怎写。伊讲保罗伫家己所住的厝内住2年久，凡若来见伊的人，伊拢接待，放胆传福音，传上帝的话，将耶稣基督的事甲伊教导，无通甲伊禁止。这是伫迄个该撒利亚的所在，我咧想，毋过《使徒行传》伊记载是伫罗马，无打算伊就去无话做家仇的中间，伊煞伊碰到一位伊唔捌的人，即个人叫做阿尼西姆。即个阿尼西姆是安怎去向保罗指接着？咱无法度当查考。毋过至少有人咧讲，伊是含伊坐监熟识，所以坐监熟识，毋是讲含伊做伙坐监，是去判伊坐监，迄种情形。所以，即个阿尼西姆到底是甚物人？咱若倒转来腓立门书来看，腓立门书迄个受信的人，就是腓立门。腓立门是甚物款的人？伫天主教圣经这本册顶面有一个引言，这个引言伊在介绍这个腓立门。伊讲腓立门哦，是哥罗西城的一个富翁啊，富人。伊大概是伫以弗所，伫接受着保罗，甲伊带来信主。安尼咱就知影讲，即个腓立门甲保罗中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即个腓立门接受信仰以后，伫迄个信德，甲伫即个爱德顶面，伊表现真好。伊将家己的自现出来，互信徒聚会，举行圣礼典，
因为伊是一个富人，根据当时的制度，伊饲真侪萝卜，饲真侪萝卜。啊，其中一个名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迄个时阵还未信主，伊做一件真对不起主人的事，就是可能是讲偷摕主人的财物，为着安尼伊逃走。所以，这张批的问题人物就是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对主人开的门的家的厝偷走，根据圣经的记载讲偷走到罗马去，总是毋知影啥物机会去甲保罗先生指教。但是保罗先生迄当时是坐监，有人禁止罗马，所以接纳阿尼西姆甲伊同住。而且有人咧讲，可能是伫迄个撒加利亚接着，毋是伫迄个罗马。即个罗卜，即个阿尼西姆信主了后，是安怎信主？保罗先生讲，伊是困锁中的囝，就是讲伊伫关家的时阵，传福音互即个阿尼西姆，因为安尼来信主，所以讲这是属灵的爸，伊是阿尼西姆属灵的爸，所以通知影阿尼西姆甲保罗中间原得重要的同胞，因为伊伫关家的时阵，阿尼西姆不时去甲伊探家，含伊做伙，互即个保罗感觉心情温暖，总是对迄个13节的中间。咱就想讲，保罗先生想讲要将即个阿尼西姆送转去互迄个腓利门，原因是因为这是腓利门的仆人，虽然对伊讲起是真好的帮赞，不过伊对心来过袂去，所以就决定要将即个阿尼西姆送转去互迄个腓利门。咱若对哥罗西书第4章，咱就当看出，保罗将阿尼西姆送伊转去的时阵，是请迄个崔基古，请崔基古含伊做伙转去。总是保罗嘛，这心肝，这担心，伊讲若甲伊送转去吼。毋知会去互迄个腓利门甲骗刣啊袂？因为迄当时的社会制度，若一个逃走的萝卜，是甲伊的头壳遐甲印一字迄个 F 的字，叫做即个是偷走的一个萝卜。啊，若较无不幸的，很可能是互害死。所以这嘛是保罗这担心的所在。毋过保罗带领阿尼西姆，伊知影阿尼西姆因为信主了后，伊的活命得到改变，伊的品格一定得到改变，所以伊有自信，伊将这个阿尼西姆要甲伊送转去伊个回这个所在。所以伫11节内底，腓利门书安尼写讲，我以前甲你是诚做无离的一个人，但是今仔日你甲我，迄无相像咯，是有离的人。意思伊是咧甲迄个腓利门讲，以前的阿尼西姆甲现今的阿尼西姆。
是无相像。所以这张批的目的，就是爱主人菲律宾将这个阿尼西罗来接倒来，望伊菲律宾的基督的心怀，将这个主内兄弟给接倒转去。所以菲律宾若是将这个阿尼西罗真乐意给接倒转去，咱就看出伫基督内底人甲人中间的新的关系。伫基督内底以前是主人甲奴仆的关系，但变做现在是主人中间是兄弟姊妹关系。这就是保罗先生伫加略太书3章内底，伊安尼讲：伫基督内底，无论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无分奴仆还是自主的，嘛无分男女老幼，这种的关系，菲律宾书内底显露出真淋漓尽致的迄个所在。因为阿尼西罗以前是奴仆，但现在不是奴仆，是伫主内成做亲爱的兄弟。这种的关系就是种活命顶头生的一个关系。这种的关系是主人甲奴仆的中间，看做人计较，毋是主人甲奴仆中间，家己看做一项物件。就是讲，主人甲奴仆的中间，过去了迄个买卖关系，大家拢是伫十字架罪恶下面的恩典下受赎，人成做基督，拢是伫厅内底主内的兄弟。所以菲律宾书伫新约中的地位。这是保罗先生伫主后62年伫罗马写的。伊讲菲律宾真有可能将这个正本给留下来，嘛有可能迄个阿尼西罗将这个副本留下来，总是较要紧。是这方批，若毋是拄则的意思受接纳，就袂会受保留。所以这张批会当保留到今仔日，若按理来推理，就是讲这个故事一定圆满结束。所以菲律宾甲阿尼西罗和谐的关系，表现出福音的核心的价值，将基督的救恩、人际关系的和好，以及听的完全的境界，真具体直接描写出来。所以上帝话对今仔日人咧讲是，就是讲菲律宾书对奴仆的制度的社会贡献，是毋是受到这张批的影响？咱知影这张批安怎处理？这张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对奴隶制度的看法甲态度。一方面将这个奴隶甲伊送转去，这个奴隶甲伊送转去，交互主人，这就是赞成奴仆制度的人所愿意看的事。总是一方面将这个奴仆，望大家来同情这个奴仆，这就是无赞成奴隶制度的人所愿意看的事。因为这张批的精神，拄拄去说着
这个罗卜制度的要害，就是说主人甲罗卜的中间，应该爱用兄弟的疼，互相来相对待。这就是这本册影响教育真重大的地位。较要紧的毋是伫遮，较要紧的就是伫保罗所在关心腓利门甲阿尼西母中间迄个灵性上的问题，因为这个关系促进了主人甲仆人中间伫主内成做兄弟情，所以保罗伫遮毋是故意要拍破这个罗卜的制度。保罗感觉做罗卜的基督徒，顶面就要按照当时的律法，尊重家己的主人才对。这是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80、第90中间讲真明，保罗对罗卜主人的看法。但是这对这点，咱就知影，咱袂通忽略保罗伊实在要讲的原理。最后就是关于这本册，保罗为着要说服腓利门，所以保罗伫遮表达基督徒实践和谐的关键。有甚物款的关键？伊讲有7个关，保罗讲有7个关。七个关的中间第一个关就是讲，对人爱有亲切感。保罗伫遮伊无掠做家己是使徒的身份，乃是以做受患家属的身份。伫第1节、第2节内底真亲切，这个问候这种态度。伫第3节内底，伊的口气就是安尼讲：愿恩惠平安，对听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拢互恁。这是保罗要互人感觉含伊接近一个亲切的一个要诀。第2个要诀，保罗第2个要诀就是讲，伊知影安怎样去甲人学老，伊安怎样来学老这个腓利门。伊讲第4节讲，我伫基督中时常提到你，常常伫你面前的面，我感谢上帝。伊会晓学老人，这是伊的秘诀。保罗每一摆祈祷的时阵，伊嘛是拢会提起伊所听的信徒同工，还是同工的名，将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祈祷，这是保罗先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好处。这就是教会教牧者的一个心态。所以亲像安尼，伊感谢有老的话，咱若伫迄个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咱就会看伊安怎祈祷。伊讲我每一摆受少年恁的时阵，就感谢我的上帝，因为对头一日到伫今仔日，恁是同心合意伫献福福音。伊是真心真诚伫辅导伊的同工。一句一本话安尼讲，讲无所任无的事。虽然咧讲白话，我嘛听了真爽快。总是保罗伫遮，毋是咧讲无所，毋是咧讲白话，伊是对上帝讲出来。这和迄个日本人咧有理无体讲话无相像。
保罗先生想讲菲律宾就感谢上帝，必定有感恩的内容。因为菲律宾伫信徒的顶面真做模范，伊疼人，伊疼上帝，伊有信心，伊提供耶稣，互人做自卑所在。因为安尼，伊不积极效用，所以伊会安尼拼命咧学好迄个菲律宾。保罗第三块就是谦卑。伊将伊的身段放下，谦卑，搁再谦卑。所以伊伫第8节讲，虽然靠着基督为放大凡夫力做合宜的事，意思是讲，我这个老大，我有权，我嘛有权通甲你叫你行这个合宜的事。什么是合宜的事？就是甲基督道的身份爱相合。本来伊有即种的迄个老大的迄个权限，毋过伊无倚老卖老。伊讲亲像我即个年纪，这样个衰软，佫做家仇，精神上嘛佫真无好势。我腰骨变着疼心，对你求，放下他的身段，用听来迄个口气对付伊来求，伊会晓屈家家己，伊无出伫面面，是出伫边来甲对方迄个交谈。保罗第4个就是讲，你为着阿尼西母请求，伊放下身段，无用迄个伊有做使徒迄个权限，要求人安尼做，伊尊重别人，所以讲虽然即个控令的即个独享者对立无离的迄个萝卜。总是他已经伫听的操练下面，已经听做有理的萝卜，所以伊直接拜托这个菲律宾，你着高抬贵手，所以望你互我这个要求会当实践。所以伫这个原则的下面，伊就请这个阿尼西母。伊转去，因为伊知影，伊的迄个菲律宾一定会接纳，因为伊甲菲律宾表示讲，即个是我的心腹，是我的心上人，伊有即种口气去拜托伊。所以伊讲，我毋知影你的意思安怎，但是我就是讲，我理解后来伫我这个所在。理解这个，伊用这种尊重人的口气去咧拜托菲律宾。第5个决就是接纳保罗先生望菲律宾甘心乐意，毋领干那高抬贵手，望伊甘心乐意来接纳。所以合适彼此接纳，就是基督徒接纳主。迄种，所以伫第15节，保罗安尼讲，伊暂时离开你，或是要叫你永远得到伊。保罗伫只有咧暗示讲这检采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伊离开是有原因，就是望伊会倒转来。真做你永远得到伊的即个好处。永远得到的意思就是讲，永远恁要真做伫主内兄弟甲姊妹。所以第16节，伊讲，毋是
伊毋是阁是萝卜，是比萝卜较悬，因为伊是你的兄弟。你若掠我做同伴，保罗甲即个腓利门讲，你若掠我做同伴，意思讲，你若掠我做亲密的朋友，你就接纳伊。所以你若接纳伊，就亲像同工，咱彼此同爱同工，接纳同工就可以。所以这是保罗先生伫迄个面对要紧腓利门，毋茫会当接受即个阿尼西母转去，伊苦心毋茫即个为了接纳。这段咱就知影，这本册是腓利门书咧用真挚的心怀，将这个阿尼西母来接待当去。另外，保罗为着要宣传这件事，伊愿意付出，落别人，将别人的探听的所在，伊愿意接受。所以28节里安尼讲，伊若是亏欠你偌济，将迄个小风算入我身上底。保罗愿意承担即个担，承担即个阿尼西母所犯的罪责，这就是腓利门真探听迄边，保罗愿意来接受。所以保罗是讲，听是要担负对方的探听，甲即个听，保罗带阿尼西母伫属灵上的赞助顶面，伊是了腓利门知影讲，你嘛是我带领你入信仰的一个人。你和阿尼西母相像，所以欠的债务是你应该欠我，毋是我爱欠。你是徛伫上面赞助的顶面，讲这个话。所以伫19节里讲，毋免我搁甲你讲安怎讲啦，你自然就会知影，你亏欠我。迄个意思是讲，伫上面的生命顶面，是你腓利门欠我，所以毋通讲你毋通搁去讨迄个阿尼西母迄个债。所以最后一个决，保罗用喜乐来结束。伊讲兄弟啊，毋茫你互我伫主内，因为你来得到快乐。因为你安怎？因为你会疼心对待阿尼西母，即款会疼痛，我心就快乐。其实保罗伫即个时阵，迄当时50几岁人是算做老的人，伊受关家的精神上的打击是若不知大，伫迄种的心情里面，伊若看到腓利门用疼心接纳即个阿尼西母倒转来，伊讲我的担就放下去，我就真正欢喜喜乐的一个成就。所以带互人真正的喜乐，唯一的办法就是讲伫主的内底，用行会当表现出来。这就是建立喜乐的一个秘诀。为保罗伊的担，信是放下，也放下，因为腓利门将阿尼西母好好接待，伊要好好用行对待阿尼西母。这是这本书内底，这封批内底，保罗所爱表达伊的心情是安尼，简单甲咱做分享，以及专业是分享，多谢。好，谢谢。
个就是讲，你所负担遐个所有遐个债务啥，我完全拢总不足不求。我就是说，我感觉伊安尼头讲话，讲安尼讲安尼，后尾甲退休来去甲做人情。对啊。这行无啥了解，感觉就讲安尼就欠我，所以我即马应该变嘛。我就是主要是要互迄个规轮知影讲，伊上面展示的顶面，从一般社会的处理的顶面，事情也不是，可能是如此。一个吼，你看讲，比如说是把钱吼，遐才无甲对人，这个过来讲上主啦，但是无管这主人是好的是歹的，拢要负责。保罗先生要准备迄个吼，会了遐讲起吼，迄个分别，如果应该尊重主人，吼，尊重主人，毋是咱讲，毋是做违假的事，所以尊重就是讲，主人看主人的面色，伊安怎做，我就迄种迄个意思，较毋是讲迄个叫伊考虑的来是说。我讲吼，这件批吼，因为故事讲无清楚吼，所以吼咱看批的人吼，第一时咱差2000几年的人吼，较袂当了解讲，较袂当亲近吼，了解到底是咧。赞助啦吼，我你讲的赞助，这上帝的赞助，甲保罗所了解，所以讲的迄个赞助，甲咱一般的人会了解是无共款。咱要讲做宝，伫台湾啊吼，也是讲伫遮，要讲做宝，哇，做了迄个条件爱写个出清楚啊！伊这毋是干那讲做宝啦，这比做宝更较迄个，伊是这个人，你做啥物歹代志，咱无啥知影不管，伊伫家学内底收伊做学生，对无？所以有甲伊反面，伊有悔改变做真做上帝的囝，安尼。所以伊要求这个菲律宾吼，就是讲，互伊下面伊所有的这个罪化吼，还是讲，若是伊这是凭信心，该凭讲我这个听。是去上帝遐来，因我安尼讲，是要显出讲上帝的听这个后替人，希望你把接受我这个听，好再有一个好的经验，就是讲，希望我这个听你会当带出去。伫个你的社区，也是讲你的亲戚朋友啊，安尼，大家了解讲咱对一个悔改的人，还是讲一个信徒，你去对待伊的这个态度，做。有时这方面，咱咧看有当时啊。咱你讲无清楚，实际上，这张批主要是重点。比如讲，今仔日先前做一个故事，咧介绍迄个介绍尔这个角，某人认讲真可能这个红媳妇多项无可能直直走到迄个罗马，伊可能是上较靠近的，就是
即个该使伫遐，但是该使伫遐即个所在，即个所在是当时真闹热的一个港，所以有人嘛讲，伊是伫迄个所在活着保罗，毋是伫迄个罗马，总是这毋是要紧的所在，要紧是讲保罗遇着即个人，即个人是无信主，伊虽然是加到中间要求的还未足，做伙带信主可能同票是遮，所以人讲有人譬如讲，伊含伊做伙伫加甲，无拄是做伙伫加甲，因为伊伫加甲内底，伊是迄当时那讲还是毋是关伫咱所讲的迄个加甲既人啊内底，迄阵用阮伊细就伫外口，有人伫遐咧甲监视安尼尔。伫迄种情形下，伊会当接受使用的人来含做伙大，所以伊伫遐咧讲，毋是伫加甲内底，是伊伫含伊做伙大中啊真关心伊感觉这建迄好，本来离婚的人都咧甲我关心咧，伊若来替我关心，嘛是真好的代志，毋过伊无爱做这个代志，注意重点是这，但是这是互咱去联想一寡迄个。还毋是要紧的多谢。我开始真好的看见了因为这怀好教会，我就叫教授你的怀。老花精啊，是一个好感觉。然后再来，咱对迄个拖无看做这个结论，但是个结论咱看出，这个路的迄个安怎做啦，尊重做保罗的这个意思吼，加个信息。咱修这个路的对嘛，过内心的检查好点，但是吼有一个。包含是容纳修正，因为我修正，刚才吼在高时间呢，我家庭的规划，这个路嘞，并有个出来，我看这个路嘞是做出来的，到了这个路嘞，若行定调，无这个若是主人修嘞。他主人呢，他路来出来，我排出菜是无叫我带他吃的进来吼。迄个款咱也看袂到，迄个叫咱无看吼，我照出来。这个主人，这个包含，伊都搞发叫我拢做啦，做了真做啦，互相包含。这真是个考虑的地方，这个真对，我讲这个真好的事情。教书人的批吼，我相信保罗毋是干那教的，就是因为这方法真特殊，价值尊严，才会去讲这个事。拄真像讲，保罗根本都毋捌去罗马时，罗马遐侪朋友，这就是较早的贸易关系，有关系。是讲，伊无去到罗马就袂朋友。现在伊的朋友是伫即个所在，因为做生意的关系，移动，去到罗马，所以伊说讲，伊罗马人书内底，你讲你甲送这甲送这这就根本伊都无去罗马，他会知影罗马有遐侪朋友，主要是这样。所以而且咱圣经无讲真清楚啦吼。总是，就是咱会当去对其他的圣经来协助咱了解吼。好，多谢。大家最好，比较好，好。这是我听我家己的心得啦吼。我相信吼，上最近的这个圣经吼。来表示保罗
疼心，吼，啊，甚至会疼心，佫会当来，会当做即个方面的担保，吼，啊，因是安尼，伊伫厝内底，吼，啊，在要迄个要求迄个叫做吼来下面的证，吼，这嘛是来讲，咱经过厝内疼，吼。迄个歹制度，吼，迄路人制度，咱比无，啊，嘛会当大家食做一个兄弟。敢若像咱，吼，咱外邦人经过时个，吼，吼，正式上第一步，你若所谓保护，咱外邦人当食做一家，吼，这是我爱讲的安尼。啊，是啊，真感谢迄个专业叫做的分享，咱这个总的看先把它写下。迄个总的团体吼，即马在9月15咧规年咧选迄个东港吼，啊，即马真可惜，真个叫做无伫，吼，身体无好，啊，即马上只要欠一个。有团体8委员，咱今年本来5个，啊，即马减一。咱放伫基础中，吼，迄个我对我师傅讲一句话，你互我死伫个正中顶头，毋通死伫个背中，吼，咱不管认为偌济，上帝甲咱的气力，上帝有咱喘一口气，活一世间，就是咱的路途。咱毋通甲咱的材料卡起来，啊，下当，吼，出来替主做工，我遮来拜托，咱做下了，迄个一点心，吼，啊，大家来交流。咱上尾要请牧师来来祈祷。咱来祈祷。天父的上帝，感谢你，借着保罗先生写腓利门的批信，也阮看见。阮所爱学习的，面对家己所犯的错，这是阿尼师母所爱去面对学习的，来去听遐个无古水的人，这是腓利门爱学习的。这个人伫主你的恩典内面，拢是阮的兄弟姊妹。求主你帮助阮伫这个功课中间来学习，真做你的学生。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赐福阮下面的交陪，甲阮四线的脚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